哎，超群来了。你好。你是机器人？是的。我该怎么称呼您？我叫陈浩轩。你知道我要来测试你？是的。你知道我要来测试你，那我还需要测试吗？需要的。沟通技巧，你是说怎样和人类聊天吗？是的，学习人类的语言。机器人只是一台电脑，只要推理能力好，为什么要和人类一样？你手受伤了。你不是机器人吗？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？你为什么要在乎我受没受伤？请问你会痛吗？你有痛觉吗？你懂什么叫痛吗？机器人不是没有情感的吗？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？你说话呀！对不起，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。对不起？你懂什么叫对不起吗？你只是被输入这个语言指令。你懂什么叫请？你懂什么叫谢谢？你懂什么叫我爱你吗？你应该没有灵魂，没有感情的呀！你不要再假惺惺的了。我的学校里有 AI。哎，石玉，你来了。哎，没想到咱俩真的一个班啊！那以后就有好球友了。对呀，好久都没跟你一起打球了。哎呀，你多久没打球了？有2个月了吧？那明天我们一起去打。好啊，好吧。哎，陈安，我之前跟你说的就是他，所以你俩认识一下。你好，我叫随玉。